在目前民主进步党所提出的反渗透法的架构下面，我们提出了一些关键重要的条文，那希望能够一并来加以处理。我首先先跟大家简单的说明一下，那这些条文在时代力量党团我们所提出来的修正动议当中，大家都可以清楚的看得到哦。第一个部分比较重要的是，目前民进党党团版的内容你不可以受到境外敌对势力他的指示、他的委托、他的资助来台湾从事帮忙助选的行为，也就是在我们目前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里面所明定各项的助选行为。但是一个比助选的行为更高度、更严重的参选的行为，在目前民进党党团版里面却没有规范。也正是因为这个样子，我们在第4条增加了第2项，明定任何人不得受渗透来源的指示、委托或资助，参与总统、副总统及公职人员的选举，也不可以受到渗透来源的指示、委托、资助，来参与政党的初选，或者是担任罢免的提议人，或者是担任全国性或地方性公民投票的提案人。如果说我们在整个法规范体系的构筑上面，受境外敌对势力指示的助选行为都要被禁止的话，就没有道理，所受到境外敌对势力的指示来参选、来发动罢免、来发动公民投票的行为，竟然没有设任何的法则。如果台湾的媒体收受中共的资金，把中共对台湾统战的政治宣传广告当成新闻来报道的话，这件事情目前在我国的现行法是禁止的。但问题是，它的罚则非常的可笑。它的罚则按照目前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》里面的规定，是新台币10万到50万。我想大家都很清楚，这样的行为处罚10万到50万，相对于他因此所收受的利益，根本是九牛一毛，毫无任何贺阻的效果。也正是因为这个样子，在这一次的反渗透法当中，我们希望针对这一个行为的处罚，必须要有更重的罚则来讲。广电媒体是我们的公共资源，具有高度公共的性格，因此，如果你是受到境外敌对势力的指示、委托或者是资助，在我国拥有或者是控制广电媒体的话，则这个时候我们明确的规范要求他必须要改正，除了罚锾以外，要求他必须要立刻的改正。那如果情节重大的话，还可以直接吊销废止执照。